乡亲好，欢迎收看全民台会，我是汪小琪。了大要是推动体态嘅健农热卖冲，乡亲朋友看到了一撮对到从山强用嘅，是去年泥白体风采去除了嘅农业废弃物哦，有3万公吨安多都囤到了大要。啊个协会呢，有喊卡到嘅推动嘅民生家庭嘅垃圾，也强用是对到了大要。大家看到了下天气炎热，垃圾又安多，到现场呢是撇到以前嘅树木哦。 其实呢，推动也有一撮起价嘅垃圾分发厂，从民国94年起好到了下，13年内每一年有将近100個垃圾，因為要按重囤、按冇囤嘅情況呢，全民台會今年來到推動採體，為求到鄉親朋友共下來探討，呢下嘅垃圾政策到底到地方推行嘅方向係乜嘅？讓政府成為重新來啟動呢個分發廠，到底係一個真正好辦法麼？ 基本針對呢啲問題，好好來整理、來指教。因為呢下眼皮去到恢復現場。好，了下大家都來到開會討論嘅現場哦。了天氣真緊熱發發了，不過鄉親也看到，安多嘅鄉親都錯到了大要，都會顯示出動慣性了解提供嘅垃圾太雜嘅問題哦。樣片為大家上個來賓，第一位來賓我們要介紹的是立法委員劉少豪，劉委員你好。各位鄉親大家好。歡迎。第二位來賓安尼紹介呢，係推動環保聯盟嘅邵成英、廖秋娥、廖邵成英你好。 各位鄉親，大家好。歡迎，對，你個客家鄉親哈。第三位來賓，我們介紹是台東縣政府環保局的局長謝清泉。大家好。歡迎三個特別來賓就到，你強下關心了解議題哦。其實呢，那個河山河水嘅推動啊，主權因為垃圾問題啊，無到挑那動統哦，差不多有超過3萬公噸嘅垃圾囤到了大要，冇辦法外潤出去掃吼。了天時會經歷經驗，了條垃圾嘅危機到底要用個解決，香港人政府佢哋就推出講，了解風體凍球又是3年嘅那個分發廠，係咪重新啟動？ 到正式嘅討論之前，一路先來看，到底呢下推動嘅垃圾情況有幾嚴重？天然垃圾車是你熱賣廠，一車嘅垃圾嘛個就飛下去。熱賣廠本單因過係行，了下沙變做散，推動時間垃圾客體傳染流上個量。 因為天然大嘅健農熱賣廠早就能力，從去年每對到了下總共半年27000公噸冇法度消化嘅量，因為順條還有一撮對到從西山強用嘅飼料廢棄物，即係尼伯特風災所造成的農業廢棄物的量，目前大概約為3萬公噸左右。包括現在大家所看到的一些水泥柱以及黑網的部分。 全推動一年嘅垃圾量長係10萬公噸，而從泥白地球取出嘅減有1年份嘅量。呢下雖然是冇上嘅高手推動嘅垃圾咧，能擺還會高簽其他機會降排和個核數。目前24座焚化廠在運轉的狀況下，台東要委託外縣市來處理垃圾都很困難了，更何況未來這幾年，全省24座焚化廠有將近14座到15座的焚化廠要面臨除役。 或者是更新設備，更新設備的話，他們要重新修繕的時候，那個會停一部分的爐子，那時候整個處理量大部分減少，那我們台東真的到時候會面臨一個大寒冬。切割嘅垃圾切割少，看起來係最簡單嘅。推動兩座豐島天都旺是3年嘅垃圾分發廠為開工呢下。 讓政府年頭少虧公帑費，提出有7項時間民眾展示，不過強係首長就會交出3億元，還個可能會減少其他燃氣嘅垃圾，讓客戶會多成本。這個垃圾焚化爐營運了以後，光靠台東的垃圾是不太夠的。那麼它製造的結果帶奧辛來污染大家的健康。你若無拍拼、無反對，後日咱就驚順順攏會救嘛咱。 垃圾當然會處理，不過會用的處理也可能唔單像係一個熱天嘅事情。
好，动简单，滚家对了解，你好推动都懂马改垃圾问题哦。简单的背景让观众用亲朋友走对了解。第一个呢，在台东其实境内有一座焚化厂，在94年就盖好了。总共呢，全台东县境内有13座的掩埋场。那在台东来讲的话，每日的垃圾量大概是112公吨，这样子垃圾量在全台湾来讲算是少量的哦，其实并不多。然后呢，再看到它现在的垃圾区域的模式是外运代烧，所以送到屏东、送到高雄、台南这些地方有焚化厂的县市去焚化处理垃圾。那在105年底的时候，其实在这之前你要委外嘛，其他的县市其实大家都停停收收，一些税收的问题啊，或者是相关的等等问题，有时候没办法收台东的垃圾，所以停停收收到去年的年底呢，外县市停收，所以台东的就囤积的垃圾超过了2.7万公吨。然后呢，雪上加霜改黑，去年改你拍提风菜用打下来，去除了减就3万公吨该垃圾的吨都该打不，全台东一年产出的垃圾量也其实不过是4万公吨，所以一次的台风就扫出了将近1年份的垃圾量，而且还是没办法外运去处理的，所以都堆在我们现在建农掩埋场。国内捆到呢？这个县府就想说，其实我们自己有一个焚化厂，如果不启用，这些垃圾的去处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呢，就提出了针对这个重新启动焚化厂的这样可行性评估，不过在地方上好像得到的反弹声浪也挺大。不过最新的消息是在4月5号，就是这个月月初的时候呢，高雄有暂时恢复垃圾的收取代烧哈，包括卑南啊、达人这些局部地区的垃圾焚化，这样表示我们的垃圾囤积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吗？问题应该先为抢问恩，谢局长。谢局长，我先请教，这次的代烧合作的方案谈的期限是多久？可以帮我们烧多久？大概多久？可能是只有2-3个月。所以是短暂的措施，不是代表永久的。这是讲实话，可能就2-3个月。那因为我们面临的是天气转热。我们要赶快注意环境卫生的问题，要先处理掉一部分。那当然，我们的活化工程也在持续在进行。是，我只能暂时先说这样说明。原来在跟高雄谈的这个合作机制哈是短期的，可能2-3个月之内，我们就要再想其他的办法。这问题我可不可以先请教刘兆豪委员？其实过去在谈合作机制的时候，也曾经因为仰赖高雄的及时雨，所以可以帮忙代烧。不过这种谈判的机制是不是对台东来讲，其实会有一点辛苦？如果说这个工程力量哈是自己可以用的，为什么要做成交换的条件？一般来讲说，我们会说交换大概是自己也不是那么喜欢的东西啊。我觉得分为2个层面来讲啊。第一个就是说，当然我们要。如果说高雄或者是其他县市愿意帮我们代烧，然后没有任何的条件，我们只是付费的话，我相信这个大概就单纯一点。这个是问题是单纯啊，第一个哈，如果要换回再生能量，或是它的名称叫底渣啦等等，我相信这首先要去考虑，这个虽然是目前可以用在公共工程里面，但是目前当然要去衡量它对我们这块土地怎么用，还有没有需求，还有对第一个我们量到底可不可以用那么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到底对我们的土地、对农产品的是不是有可能会产生危害？那个危害是比程度上的，就是说，特别是对我们这块土地目前还是那么干净的土地上的可能的影响，至少要严肃评估，是这样吗？负面的影响，这个所以我觉得要考虑。但是长远来看，我觉得我们台东人要有一个决心，我们自己要来解决我们自己的垃圾问题啦。我们发现，如果说是这个外运代烧的情况下，可以解决我们乡内的垃圾，对吗？但是呢，会换回来这个底渣。我们来了解那个所谓的废垃哈，少哈雷那个所谓的像是垃圾的精华浓汤哈，已经是萃取出来的垃圾的精华，那个部分哈。都在对你推动火山火水的环境为产生冲击吗？我不知道在环团在民间对底渣交换的这样子，第一个对底渣的观察，第二个对这种所谓县市互惠原则情况的这种交换的机制，你们又是怎么看？台东环保联盟从去年8月以来，一直主张，就像刘立伟说的，自己的垃圾要自己处理，不要总是想丢给别人帮你处理。如果台东这么地大，但是人少的地方呢，都没有办法处理垃圾，那没有一个地方有办法好好处理垃圾。那我们提出来的就是一个就是要推动零垃圾，你才能够减量嘛。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要新辟垃圾掩埋场。是，就像你刚刚说的，掩埋场有一半已经爆满了。是，所以
你就是要朝这方向去做。所以目前现在用外运到外县市来收，然后但是你们觉得这个不是长期解决垃圾处理的方法了？当然不是，又会有个抵渣这个大麻烦要面对。好，20亿不小的一笔数目，盖了一个那么大的量体，13年来没有办法真正启动烧垃圾，这个监察院不必纠正的哈。这都是民脂民膏，国家的钱是这样花的吗？还没有完哦哈，他这样开了就是都没有烧放在那边。每年呢，因为他是对环保署申请的说法是备而不用，表示以后还是要可能使用，所以每年要花1000万元来养护。除了没有点火之外，所有的运转、所有的保养都有做。我请教我们的谢局长是，从县政府的立场，这个焚化厂我们定位成是蚊子焚化厂呢，还是对它仍然有期待？它应该要重新来运转处理我们自己的垃圾呢？87年的时候，环保署推的是1县市1焚化炉。89年度的时候，台东县全县的一个垃圾量是298公吨，所以我们才会设计这个300吨的一个量体，是这样子来的。所以时代变了，就用不到了。可是91年。我们公布了一个这个回收资源回收的再利用的一个方案，推动这个资源回收。我想赖前市长很清楚，所以那时候我们一直在推动资源回收，所以整个垃圾量减下来了。是。那又加上民众反弹，对不对？民众反弹不愿意我们烧这个，可是，在我们县长上任之前，这个仲裁就开始了。是跟厂商当然不愿意受这个损失嘛，所以才开始了。那为了仲裁判断结果，要19.6亿，所以后来县政府就把产权买回来了。台东县政府他没有这个财力可以去把它买回来，是，所以要拜托中央，他1县市1焚化炉的补助款能够继续下去。所以我们就跟行政院达成了一个协议，备而不用。但是备而不用有3个条件，是一个就是当做区域紧急处理的这个使用场。请问处理过吗？还没有，因为还没有发生紧急事情，那个区域的。今天还不算紧急啊，都堆了5、6万吨。那个主持人，我还没讲完。是。有3个条件，一个是区域，就是不是紧急的时候就要用，不是只有台东哦。第二个是天然灾发生的时候，是，比如像李伯特这种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第3个就是我们县内的垃圾没有替代方案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面临的第3个条件了。是我们知道，一般焚化厂的使用年限大概就是20年，但是我们台东焚化厂已经荒废了13年，所以剩下7年就本来就应该要退场。不过现在可能要再花3亿来修缮它，如果修缮好了可以用，所以县政府就可以来启动。其实呢，存在的一个议题是，地方上议会杯葛，或者是地方抵制，甚至包括我们的台东市公所那时候呢，也没有把垃圾送到焚化厂来烧，以这样的手段来表达对这个焚化厂的启用是有疑虑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想要问个问题哦，那这个焚化厂之前已经投入了20亿，将来要让它重新再来恢复它本来应该做的事情，要再花3亿。如果说这个3亿花下去，第一个我们先问它能不能恢复到我们理想值，它可以来处理垃圾。如果不能，又要再投3亿，到最后或者是地方还是反制，仍然不让它启动的话，是不是又再3亿下去？那不是俨然等同是一个钱坑吗？这部分我可以先请教我们的义隆会长吗？这个焚化炉虽然听起来这些数字好像都很漂亮，可是我们在地方上听到一些民众讲，这个设备当初有些什么问题等等，所以他没办法确保它以后会是在一个安全状态下的运转。那台东这附近你看一下，就是稻田、红梨，还有一些世家等等，离市区又这么近，我们值得用这样一个代价，我们无可预估的代价去启动它吗？可是事实上，91年动工兴建焚化炉，当时86年就规划嘛，91年动工，91年启动那个垃圾减量措施以后，马上垃圾的条件就降到一个程度。以前人根本没想到。所以我们现在能想到以后说你们能减量到一个程度吗？说不定可以啊。可是启用焚化炉之后，对不起，减量没有诱因，因为我们就要努力去填满那个钱坑。那洪议员，我可以先请教吗？这个焚化厂我们看到外观起来，我们外行人看不懂，就是一个这么大的量体在那边。但是对你们的研究跟了解来讲，一个已经是放了13年的焚化厂，它在规格上有什么让你们操心的吗？那这个可行性评估在议会其实都有被好好的审阅过了哈。对可行性评估，你们要升级它的技能，升级它的处理效能，你们是有信心的吗？
对于说它现在的一个评估报告内容，哈，其实没有办法说服大家，其实还是在它的一个底渣跟灰飞的一个处理部分呐，哈。那在公听会上面有特别提到说灰飞底渣怎么处理，那我看了后来县政府回复的一个内容，原则上就是说，我们把现有的掩埋场活化之后，再把现在的产生的灰飞跟底渣再放到我们的掩埋场里面，但是这个掩埋场还必须升级哦，因为现在的掩埋场是没有办法处理灰飞跟底渣的啦哈。那有关成本的部分呢，这个成本的计算哦，其实会发现到说，简单讲就是它一定要收外县市的垃圾。那如果不收外县市的垃圾，我们的成本是会提高非常多。容我这边为我们全国的乡亲朋友说明一下哈，你推动改这个焚化厂哈，它的设计容量哈，一天来讲是300吨嘛哈，要烧到这样的足量。但是我们现在台东的垃圾每日产出就是112公吨，那我们在未来资源回收做得更好，它可能会逐年的下降，更少。所以2个炉要烧到这么少的量，会不符合成本，所以就一定要引外面的垃圾来烧，就像现在全台湾的抢垃圾大战这样。对。那你们觉得引外面的垃圾来烧有什么疑虑吗？当然，我们台东怎么会变成是处理外县市的垃圾的一个本来是全台湾最干净的一个地方，却变成我们要去承担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会造成这个环境污染的这样的一个后果哈。这个问题我先请教一下我们的赖坤成赖前市长，前市长。这个垃圾的前世今生，其实在之前就纷纷扰扰。想问一下，刚刚有2位就特别提到，这个厂其实在一开始连试烧的时候都有问题，然后地方从来在支持率上或同意率上都是很低的。这部分能够跟我们先说明一下吗？当初台东市公所跟台东代表会跟台东县议会都极力反对这个炉子来启用，甚至我们台东市都跟代表会曾经讨论过说，为了要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台东市公所我们愿意当县政府负担5000万的一个赔偿金，把这个案子解决掉，让它不要继续的损害发生。结果你看，就是因为在不同的阶段里面，有不同的这一个政治上的评估考量，让这个焚化炉变成台东永远的痛，也变成它是现在一个钱坑。委员，其实这个焚化厂在您过去副县长的任内就经历了这样一个争议了哈。现在大家一个聚焦的讨论点是，这个焚化厂它跟可能北投或跟高雄的焚化厂在使用效能上，地方从一开始建的时候，从4烧传出2臭开始，就已经说是打了大折扣。现在荒废了13年要再来修，对它的品质是非常忧虑的。这个部分，焚化厂会是现在处理现阶段台东垃圾的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吗？焚化炉可能解决了体积的问题，是很多民众可能朋友不知道，烧完了没有了？不是弄个修不起嘞，它只是可能把体积本来10立方公尺，把它烧成变成1立方公尺，它还是在啊，你还是要掩埋，而且焚化炉烧完的底渣或者是纯乙的垃圾的掩埋的标准，它可能对土地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会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是，我觉得焚化炉如果启用有2个负面的，第一个就如同刚刚大家所讲的，它的安全上的疑虑，长期来它有这样的有大家的质疑它。第一个，如果真的启用又不能达到环保的标准的话，我才在开启在第二，因为有焚化炉之后，可能会产生让民众会讲没汤修了，所以我垃圾。就没他对自己来讲，他没有减量的那种迫切需求。那现在我们这个焚化厂也应该认赔杀出了吧？不要在每年编千万元在那边备而不用做保养。我其实认为就是说，在这件事情的选择上哦，我不会去认为说我们是跟就是说不同选项的人彼此是对立的啦。我反而是站在是要大家彼此合作看待这个问题。你的意思是说，焚化厂要多元处理的选项之一，还是说其实它真的可以退场了？我就说，我不是说，你这个我们长期来在解决垃圾问题有选项嘛，焚化炉跟非焚化炉的选项。但我认为我们台东要大家共同承担去面对，这个不是公部门的问题，也是包括我们民间啊。因为垃圾我们如果不减量的话，我们再怎么买。我们再怎么传统掩埋，我们也没有办法解决。我们一定要，我们要传统掩埋，一定要配合我们垃圾的大量减量才有办法。是，谢谢委员。对于台东的未来，就在海边伫立的这个焚化厂，将来它的烟囱要不要冒出燃烧的烟，大家是怎么看待处理议题？不管你们是认同这个焚化厂应该启用，或者是认同希望焚化厂就此正式退场，我们先开放给乡亲，有没有针对这个议题要先来表达？好，我们先请。不只是钱根。未来燃烧之后，没有人敢负责保证它是安全的。就像我们赖市长讲的，它的戴欧辛、它的
灰渣，他讲的灰渣那么好，到高雄就给它卖掉，还要用一会再回来吗？天底下台东人是傻瓜，只有他最聪明。今日的公听会，咱要呼唤整个台东人，守护台东每一块土地是咱的社会责任。焚化炉退场吧。谢局长，我请教你第一个问题：焚化厂一启用，就等同于我们垃圾减量不做了哈？这个先做回应。我这样反问好了，那其他的各县市有焚化炉的，他们的资源回收率会比我们台东低吗？他们一样都比我甚至比我们高，尤其那个高雄、六都、台北，他们的资源回收率都比我们高。然后第二个，我要问，如果我们不要去烧别人的垃圾，我们只烧台东垃圾，我刚才讲就是选择问题，我们要付什么样的成本？我们制造了这么多垃圾，不可能不付任何代价就可以让垃圾变不见，不可能的事情。只是我们要用3400多块的去处理我们自己垃圾呢，还是我们要用1600多块去处理255吨，包括其他县市甚至世界废弃物的垃圾？这是大家可以选择。该少行音，像这样。这个垃圾焚化厂的存在，哈，显然它摆明要针对是要处理到县内的垃圾问题嘛，哈。但是我们的垃圾在现在的情况之下，可能会未来是越来越少，所以那个不足量的问题，要找其他的来填充，会不会也是地方会强力认为这个焚化厂其实并没有具有永续可利用价值的原因呢？焚化炉最大的问题是烧了以后，污染的空气，还有底渣跟灰怎么处理？那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认为说，在处理垃圾，不要把焚化炉当做一个选项，而且是最大的选项。对，而且现在好像是唯一的选项，最大的选项，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这焚化炉带来的这个伤害或者是污染哦，我想真的是毁掉台东的环境，毁掉台东的就是产业的发展。那台东的垃圾有没有办法再继续减量？可以啊。如果大家看最近活化，活化挖出来的90%是塑胶。过去的分类做的真的不好，不够落实。过去3年这几天的报纸，过去3年所埋的在建农垃圾掩埋场里边，他们把它挖出来要活化，结果这边自己写90%是塑胶。所以台东的垃圾可不可以再减？可以啊。现在112吨，如果按照90%是塑胶的话，那岂不是剩下20吨而已？你来看一下，你也了解当年都有卫生界分化厂的内部多大去清空现用办法，尽力掌握技术讨论，莫用机，你有嘛个其他的替代方案。焚化炉停车。雷动推动人环境教育中心，草坪当还有到废旧材料做改种植品。高搬去上路的重启空落个，其实你系一个抹扫垃圾嘅垃圾分发厂，你下抹扫，不过可能难摆为少，所以厂内你下含有蛀虫引燃。这个油脂都还很好，因为我们运转的时数比较少。百年前往嘅机油，百年了后还系当强烈，因为完工是3年以内。某一年仅仅有扫过垃圾，状况都还算不错，不过有些还是有老旧了，还是有要更换的部分，还有损坏的部分。行业地位、控制中心、天脑、安台囤垃圾嘅行，还有垃圾调查，都信心并到解答无。其实了到种皮、规则建厂嘅费用，全面都了下和度解完。19.6亿就是会在16年内，每年大概约1.2亿。补助台东县政府去当做这个厂的新建成本。现在已经摊提完了吗？现在还没摊提完，现在进入101年开始到现在大概第5、第6年而已。对，所以大概还有10年的时间，必须环保署来持续补助我们。自从汉都街湾千间木讷分化厂表年唔用，500个垃圾沙堆到穷山穷用，已经表年嚟推动最大嘅垃圾热卖厂，汉卡垃圾系当日都会累。每天清除的垃圾量大约110公吨左右。目前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垃圾已经都是满载的状况。热卖厂内的分化厂实控落了，所以让政府安样讲。我们有一个焚化厂建好，为什么不用？如果唔用，大家都会问，用嚟了后有嘛个问题？也系撒下来，大家上嘅理解，
难为一天事情。全台湾我们小小的台湾之岛，总共有26座焚化厂，是密度世界第一的哈。我们什么没有？我们焚化厂最多。看到这样的分布。其中呢，台北这种三都就不用讲，他们都有非常高规的哈，最大一天可以处理到1800吨的这种焚化厂。台北就有3座，高雄有4座。我们看到这个红色的标注的，就在26个厂当中的其中2个，一个是云林的林内焚化厂，跟台东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个焚化厂，都是盖好了备而不用。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说，是不是我们可以透过外县市彼此的外运代烧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先请教谢局长的就是说，我们之所以会把焚化厂重新启动纳入我们可行性的一个选项之一，是因为送到其他县市，这些都有备有焚化厂的县市，送去那边烧，困难度是在的，它是不容易的。那还有，是不是我们的厂如果不自己用，因为我们总是有本位主义嘛，认为自己要处理自己的是最简单容易的，所以可不可以先请你跟我们乡亲说，县政府会选择重新启动焚化厂作为选项之一？背后很强力的理由是在，我这边要重申，这是要解决我们台东县民的民生问题，这个是解决问题而已，没有其他的复杂因素。没有复杂因素，不是要收外县市垃圾为主要目的。我要这样说哈，刚才我们廖老师有提到，我们如果启动了这个焚化厂，会把我们美丽的一个台东的空气品质给破坏掉。那我们这一个厂最佳的状态是255吨。对。可是主持人，你看一下高雄有几座？高雄有4座，它的每天处理量是5400吨。对。是我们300吨的几倍。然后再加上他们工业园区里面有将近4-5千座的这个烟囱。那高雄人就全部完蛋了吗？当然，大家会讲说，垃圾减量，我们在做啊，我们在推。如果今天是一个小区，可能一个家庭或一个小社区实验。可能可以做到零垃圾，说不定，但是我目前还没看到。但是一个大范围的推广，各位想想看，容易吗？容易吗？今天我当环保局长2年多，我们垃圾没有谁在征收。我每天开车，我7点半到办公室，马亨这条路，就看到好多的垃圾，民众随意乱丢的，一包一包家户垃圾。更何况，我们如果启用了，我们的那个谁在征收？当然，我就提这个议题嘛，可行吗？现在要送烧就是很难了，将来如果慢慢的都处理以后，送烧是不是更难？我不晓得在地方上的议会，针对其实这是不只是解决当下的问题，是下一任甚至是下好几代的这个台东要面临的问题。不知道议员们在议会上针对这个案子的讨论数如何？我们先请这位举手的。我想刚刚谢局长说的是这样啊，就是焚化炉是一选项之一啦。那我想，那就代表说还有其他选项。是在公听会的时候，我有特别提到说，我们在重启其他的掩埋场。那在这个县政府的回应里面有提到说，掩埋场要重启有很多的困难，然后这个缓不济急。那其实呢，这个垃圾问题也不是只有1天2天啊。我想，就算是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去做选址的工作也都比现在我们来考虑开这个焚化炉也是另外一个选项啊。而且这个选项呢，会是一个比较能够让大家接受的选项，相对温和哈。对，而且我在这里有做一个很清楚的比较啊，焚化炉开炉呢1.6亿，后面还要再加多少一年的处理成本要1.6亿啊，不管你的垃圾处理量多少啦，它现在的基本估算是1.6亿。那如果我们如果朝这个垃圾减量的一个方向走的话，我说。在民国104年的时候，台东的垃圾资源回收率是全国最低，是38点多%。那到了105年，我们很努力，所以到去年是48点多%。也就是说，1年可以进步10%的情况下，我们其实未来进步的空间非常的大。只要垃圾减量，假设说现在是105吨一天减少到这个80吨一天的话，我们就算把它当做事业废弃物，1吨5000块来请。这个事业废弃物处理厂商来处理1天1吨5000块的处理成本，这个行情嘛算起来呢才1.46亿，还比我们开一个焚化炉还便宜啊。所以我意思说，这是一个简单估算啊。我就说，我们政府在说服大家，这是一个选项。那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还有其他的选项可以做。从永续的方面来看好，谢谢你。这个建农焚化炉建农掩埋场的活化，已经从2月到6月可以延长1年。既然4个月也当延长1年的话，那8个月变几年？2年呐。
这个可以做啊，这个做了以后，我们就不用开动焚化炉啦，是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这样啦，感谢大家，谢谢。我们讲到这个台东市的建农，就是我们在影片中看到，它其实早就已经满载了哈，所以它现在垃圾量都是爆量。不过呢，也因为它已经满载，所以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启动了所谓的活化掩埋场的方式的这样一个计划，预计呢，在这个今年5月就可以腾出部分的空间。所以这个掩埋场原来可以先做新增活化，然后第二件事情，他们讨论到的是这个垃圾的源头减量，这些方式是选项之一，而且比较具有永续的可行性，来取代。目前解决燃煤自己的焚化厂是一个重点。其实我们台东县无论公部门或民间，大家一起要勇敢的承担，我们要选择非焚化炉的方法来解决我们自己的垃圾问题。焚化炉是解决体积的问题啦，但是它没有，坦白讲，它没有彻底解决让垃圾不见哦。它体积还是在，它体积是缩小，所以你还是需要掩埋场。那与其这样，我们倒不如这个掩埋场，它第一个焚化炉，刚刚讲过，很多来宾都讲过，它安全上等等。有些疑虑，不要硬启用。然后我们这样启用，如果将来启用之后又发现它环保不符合我们的规定的时候，第一个浪费政府的资源，第二个我觉得大家要去体验、珍惜我们台东的特殊性呐。也许在大都会里面，他们自然而然会选择用焚化炉来解决他们垃圾的问题。但是我们台东这么珍贵的土地，这么好的人住在这里，只要我们有共同的决心的话，事实上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垃圾问题了。雅婷，请问以目前现在县政府他们讲哈，处理垃圾方法有很多，不过在现在要重新启动这焚化厂，已经花了900万元去做可行性评估，并且呢把这个表决权交给议会，看议会要通过或否决。你觉得这样的程序，他年初也召开了公听会，这样的程序已经有落实到全民参与吗？他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有没有得到大家的沟通？不知道在地方上的观察跟要求或者是诉求是什么？那我想现在很大的问题其实是命题应该是在说台东的垃圾应该要怎么处理，而不是只有一个起炉的选项。那台东现在目前在推就是要做透明塑胶袋，要做垃圾减量的方式。可是我们这个做在台东市民其实到现在根本没有感觉，因为我觉得除了只是一个宣传单，说7月1号要开，可是他并没有说配合就是破袋的方式，或者是说，其实县政府应该要定一个减量目标嘛。你可以先从1成、2成这个开始定起。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垃圾危机正好是应该让台东县民来面对说，垃圾要怎么处理，包括减量，包括如何垃圾分类。我们即使要用，就是以后焚化炉，如果你没有做好垃圾分类的话，就是那个厨余还是弄进去，我想很抱歉，以后绝对是大药氢跟重金属污染很高。是，然后还有就是台东一定会面临到后来就是事业废弃会进来的危机，变成一个东部的代销垃圾中心，所以这是我们觉得非常强烈反对跟质疑这个政策。我想它会带来更严重的台东问题。是，焚化厂不会是唯一的方向。那现在讨论到这个节骨眼上了哈，大家表示到的说，这个资源的回收减量一定要落实。那我们的县政府跟我们的公所也都说，其实都有一般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都有在做。不过我想请问廖老师，台东的垃圾回收或资源分类做得好吗？现在是全台湾第一呢，还是全台湾倒数第一呢？是全台湾倒数的。那这个的话就是一个退步了。我相信在赖市长当市长的时候呢，我们是前面的，我们的资源回收是在前面的，但是现在是垫底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资源回收做得非常不够。那么非常不够啦，才会刚刚我讲了，你把那个建农垃圾掩埋场挖出来，他说报纸上讲的9成是塑胶。你觉得资源回收做得不好，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原因做不好？是不是商家没有管制，还是呢清洁队在收垃圾的时候也没有好好的来彻底的落实？当然，他们现在说7月1号开始用透明塑胶袋，原因是要看到民众的内容。那也就是说过去没有破袋嘛。对，你如果说稽查破袋可以做得比较落实的话，那么可能可以纠正这个问题。那我现在开放现场，我想要做一个了解，在地方上民间哈，我们每天都要丢垃圾，对吗？家户垃圾要天天处理。你们就住在台东，生活在台东，观察到现在在第一线处理垃圾的态度以及执行的方法是什么？美心，我想请教你所看到的，可以跟我们的乡亲朋友说明吗？那我当初搬回来的时候，我是连着那个厨余桶一起搬回来的。我先生就说你需要这样子吗？我说要做资源回收就是要这样子。可是我在这5年我看到的，能够提着厨余桶出来倒的人，
好像我们那一区好像没有到3-5户嘞。对呀，我就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子？反而是所有的垃圾全部是一大包一大包这样丢进去。那我们清洁队员怎么说呢？清洁队员也不会管你啊。对，因为他也不会管那么多，因为他赶快收一收，赶快走了嘛。现在垃圾车的配备不是一台垃圾车后面一台资源回收车吗？是啊，那没有办法做好再分类第一个吗？但是你看，如果那个保利龙，他们就说啊，丢到那个垃圾车就好了，不用丢到那个回收车，是这样子的啊。是。那我就觉得说真的很无力啦。好，我们听到这实际状况，谢谢你。这个问题哈，我觉得官方跟人民都有责任，都有责任。可是官方最糟糕的是关闭台东县的巨大家具回收厂，它的招牌把它贴个纸封起来。第二，厨余的回收厂关闭。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么30多年来，最近尤其这几年来，从来没有一个垃圾车在稽查，盯着那个回收的量。所以人民要负责任啊，官方的责任我觉得更大。所以一般居民没有得到什么教育，说这个资源要做分类、做回收，就算要回收也找不到地方啊。人民当然有惰性啊，可是官方的策略，我觉得是最大的败笔啊。刚刚廖老师说的90%是塑胶，这个数字非常的夸张。而且你们过去丢垃圾是用不透明的垃圾袋来丢，说更看不出来，又没有破袋稽查。所以，假如以全台湾的平均量来讲，假如生物性厨余做好的话，台东的垃圾量可以立减40%。是。假如依照那个塑胶量90%的话，立减90%。是。你说我们的垃圾还有多大发展的空间？好，我们听到一个大问题，原来在第一线处理垃圾，如果我们都没有精细的好好处理，那这个垃圾永远就是一直多下去。里长，你在村里看到的状况是什么？我这边常常接到民众的反映，就是说，里长为什么资源回收车我都追不到，而且还不收，这样子开得很快，死都冻胶都要气耶哈，或者是说等很久都没来，我都放弃了这样子。有时候是这样子，里民就跟我反映说，如果我们的垃圾啊是资源回收占70%的话，我们的那个回收，我们的这个施工所的那个配置的车辆应该是比一般的垃圾车还要多嘛。可是我们不是，我们是1个礼拜会有来2次的回收车，那我们的回收的量也没有达到，就是说应该要回收的那个量啊，所以我当然也是希望，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政府单位能够提供我们，比如说我们在里这边呢，提供一个就业机会，设置一个资收站，然后让我们的里也能够来做这样一个回收的话，是不是也能够帮助到政府这个部分这样子？是，好，谢谢。我们在发现地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到一步到位，这个源头的减量，还有过程中。相关公部门要提供一个友善的环境，让这个居民来做好这个资源回收，因为它其实靠着就教育跟习惯嘛。针对这部分，其实它是永续的台东未来发展的政策。因为我们目前的状况，我们还没有很彻底去落实，垃圾就有减量的已经有明显的减量的话，那如果我们在彻底落实，实际上它在往下降是非常有可能的啦。我再次的强调，就是说，在民国80年、1997年的时候，我们认为那个是唯一的选项的焚化炉，经过20年的检验之后。至少在台东这一块土地上，这么珍贵的土地上，我们要去拒绝它，我们应该选择我们不同的方向。但是我们不可能拒绝它之后，我们就垃圾就不见了。那我们必须要付出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成本，从垃圾减量、垃圾分类，还有资源再回收这部分，公部门、私部门大家一起来合作，才会真正打造台东这块土地的珍贵性。它的珍贵不只是在自然环境，包括我们处理垃圾这件事情，都跟其他的县市有一个不同的决心跟方法。谢谢。是，好，谢谢委员。我请到谢局长，因为刚刚相信都反映到，其实居民就算想要做资源回收，好像也碰到一些困难跟瓶颈，没有那么便利。你可不可以针对这个要做些反驳呢，还是要做一些说明，让大家知道的？其实我们的垃圾政策不是只有焚化炉一项选项，包括刚才各位提到的限塑政策、源头减量，对不对？包括活化掩埋场。这都是我们县政府、我们环保局，我们主动去推的。还有刚才还有民众提到，甚至我们的教授提到，我们议员提到，重启我们的这个掩埋场，活化它，当然是很好。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掩埋场要活化，它不是说我想要活化就活化，它有它的一个条件，它必须要掩埋3年，最好是5年到10年的，才够成熟，才够去活化。另外一点，我要回应刚才廖老师所说的，我们建农掩埋场目前施作不到1个月，挖出来垃圾
里面活化成果里面不是那全部90%都是塑胶，不是这个样子，是可燃物可以再去处理的里面的5%，里面的90%是塑胶，可以理解我意思吗？不是，比如说我挖10吨，里面有9吨是塑胶，不是这个样子，是里面的5%有需要再进做处理的。所以我们回收率也没有那么差，只是未来要更加强。那在加强的部分有一些什么具体的做法呢？还有慢点，我再回应一次。刚才我们乡亲还有提到说我们巨大，还有我们厨艺厂关闭，是没这回事。没有这回事啊！厨艺厂在3月17号以前，我们都是委托市公所在代理管理营运。3月17号我们会收回来台东环保局，我们再处理管理。那巨大它以往的功能就是在做我们的漂流木，我们的一些支收回来的可以再利用的，我们做成成品，然后再透过一拍网去贩售，所以并不是没有回收。所以我们回收的这个管道是畅通的，然后局长先回应这个。乡亲是误解了。是好，刘老师，那我先请教你了，刘老师。如果说要让这个焚化厂可以真正的落幕退场，以我们现在台东所做到的程度来讲，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建议呢？我想在台北市，我最近为了这个事情到台北市去看，垃圾随袋征收，他们做下去之后很快那个回收率都7成8成，对，就因为垃圾袋要钱，一做下去之后很快就缩了，这个马上做，马上有效，这个是我们县政府要不要做？这个做法做下去，焚化炉没有了，没有垃圾了，为什么我们不要做？为什么我在质疑的是？我们李应元署长为什么不好好的支持我们台东县来推这个呢？如果台东县政府不要做，我们 NGO 来做，可以吧？在做这个部分，我觉得绝对有办法做到比焚化炉烧下来的垃圾更少的量。局长，随袋征收他们听起来是个好方法，在台东地方有难度吗？你们经历过的经验是什么？随袋征收。在都会型是 OK 的，那但是呢，连高雄、台中他都不敢实行，因为它有它的困难度。资源回收中心这部分，曾经在这2年多来，很多里长有跟我们反映，可是事实上我们真的要去洽谈的时候，有它的困难度。第一个地点，没有人愿意它设在那个地方。第二个人力的问题，所以不是我们不愿意去推。第一个经费。他认为他不够，然后第二个地点跟人力，我想我们有几个里长都很清楚，我们不是没有去推。随袋征收不是太容易，不过现在你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些做法里面，已经有除了随袋征收之外，也可以好好来处理这些垃圾的方法了吗？其实我还是回到刚才我宣导一个政策，其实我们的限塑政策以及我们的透明塑料袋，我们刚才廖老师有提到，我们不是没有破袋。破袋稽查，这个第一线执行是乡镇施工所。第二个要考虑他们的人力。各位想想看，如果每一台垃圾车的这个清洁人员都要停下来对每一袋的垃圾做破袋，想想看，想象一下，这个垃圾要收多久？要收多久？所以这有它人力跟实际上执行的困扰，所以我们才会推透明垃圾袋，让我们清洁队员一目了然，是不会耽误这个时间。钟凯议员，我想请教针对我们现在垃圾要减量，除了家户垃圾是一个部分以外，我们的商家，然后我们的事业废弃物，其实刚刚也讲到嘛，限塑嘛，那对这样的想法可以更多的一些想法的挹注是吗？现在垃圾要减量啊，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商家，比如说我们现在观光旅馆有3间，然后100多间的这个一般的旅馆，那民宿业者有1000多间，这些其实目前是都没有用事业废弃物来处理，都是由公所去收这个垃圾，就当一般家户。所以其实未来如果把它当做事业废弃物来处理的话，那当然垃圾量就减啦，因为他自己要付费嘛。那还有很多的这个一般的营业的商家呢，未来如果我们朝向这个垃圾要收费的情况呢，他们当然自己就会想办法去做减量或者是做回收的工作。所以我想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小部分去着手努力。好，谢谢。现在机会是大家的我们再听听现场其他还没有发言过的乡亲，我们请李老师。焚化炉基本上我们是不赞同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烟囱绝对跟我们在西部看到的焚化炉是不太一样的。比较高还比较低？这当然是很低很低。所以飘出来的烟大家会比较紧张。这个一定是有点状况跟问题的。我自己本身学科学教育。
物质的燃烧啊，你会发觉会产生很多有毒的气体。那尤其是这个垃圾本身，它如果是塑料的话，那个有毒的气体，譬如戴奥辛或各种硫化物等等，那个影响着空气啊，不止影响空气，如果下雨的话，还会影响到土壤。等等的，所以会让我们台东的好山好水会受到威胁。是，所以我会希望大家就不要启用。对，会希望大家还是有公民意识，我们一起来行动，让我们台东继续保持的好山好水。谢谢你，公民意识在这一件焚化厂处理垃圾的议题上，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行动能量的来源哦。局长，今天的这个现场村民大会的论坛，听到大部分的乡亲对于这个焚化厂的启用是有疑虑的，你都听到了，也一再的鼓励公部门要再跟民间更积极的来沟通合作，做好源头的减废。那请问，接下来这个焚化厂的启用后续相关的可行性评估也好，阶段性的工作也好，这一次听到的民意这样子的反应，不晓得在县政府方对这样的计划下一步大概会是怎么走向？我想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看大部分都是反对焚化炉，那这个我们都尊重，都尊重，都尊重。其实我也很肯定在座每一位对我们这片土地的爱护，包括我自己。但是我们要好好去思考，我们要下一步怎么走。那我们现在目前焚化炉可行性评估已经送到议会了，然后也提案，送给议会。为什么要送去给议会？因为上一届的时候，因为这个焚化炉仲裁案的时候，那个议会要求要把这个启用不启用，县政府不能自己闷着头干，所以县长答应要送给议会，要通过议会再说。对，那不管是不是送给议会去同意不同意，或者是我们刚才讲的要透过每一位公民参与，我们都可以接受，都可以尊重。因为毕竟这个焚化厂它并不是图利任何一个特定人，那我请教一下，它是要解决我们民生问题。好，解决民生问题的焚化厂要不要启用，其实是台东每一份子的权利与义务。现在只交给议会来决定通过或者是否决，这样子够吗？当然是不足。所以刚才讲到我要讲的是沟通，沟通说明是很重要的。那以前我们做的不足，当然我们要去补强。但是我要强调一点，县政府或环保局并没有说非焚化炉不可，没有。但是，可是各位反对很简单，要告诉我们要怎么解决目前甚至这2、3年到110年前我们要面临的垃圾问题，这才是重点。这才是重点。是听到重点的哈，廖理事长。这边就请教一下，只交给议会来讨论这个议案。那在地方上，好，我待会都会继续开放。我先请你针对局长做的说明，也做一下环团这边的回应。我们也反对县议会去决定。县议会决定的问题是，县议会的台东市的议员可能只有1/3，那2/3是外县市的，外乡镇的就是非市区的议员。你觉得非市区议员对这个焚化厂的投票会？因为他们就我看到的，他们第一个觉得说，这个地方如果燃烧不会影响到他们的乡镇，这是一个很基础的。就感觉不是那么事关紧要。第二个，池上乡乡长讲的。因为他们的掩埋场也满了，然后环保署在2010年的时候决定说，以后呢就是不补助掩埋场的开挖，所以其实他们真的是面对到这个掩埋场没有费用可以开挖，因此站在乡长的立场，他希望如果你启用的话，我就没有去开辟掩埋场的这种迫切压力。这就是为什么其他乡镇会说，好啊，你替我解决了。你那个一燃烧就替我解决了，所以大家事实上问题是不只是县政府，当然环保署的那个也应该要检讨一下。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是不会有正确的做法的。那么环保署跟台东县如果都能够把零垃圾当做一个最高的目标，那么你自然就去解决问题了。你下面就会知道你再下过来要干嘛的。好，我们最后开放机会现场，好，都举手。这个焚化厂建在这里地点就错误了啦，因为这个地点就是离台东市很近啊，而且我们这边都是做农的哦，这些稻米啊，这些农作物都会影响啦。都要好山好水好空气。好山好水啊，因为如果当初刚开始建的时候，大家如果反对不要在这边建的话，那时候。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啦。当初你们会反对，现在要重新再启用也反对。现在你去看别县市这个，如果说是你看台北木栅，那个
焚化厂都在那个山谷里面。它如果在那边烧的话，那个树木啊，它会吸收一些带药性的那些毒素啊，排出来就会减少。如果要建的话，这个台东建在这个大风地区就错误了啦。好，谢谢这位里面的意见，我们听到。这位举手的阿伯，基础，文化炉，你管政府是安怎处理，我不管。我希望讲，和阮台东市来大家来公道，看是要开也唔开。要大家来共同决定，安尼好，多谢你。我们先给那个议员，你互人把机会，互咱的乡亲嘛讲一个话，好不好？你一定愿意的，来，向进。管政府要把这议题放议会是无理的啦，因为议员，我们台东市的议员就10个，外乡镇20几个啦，压卡了压输人啦吼。但是我希望，那个设计长。如果要的话，第一个就是台东市民公投，要么送给我们代表会来信。安尼好不？就简单的嘛，对不？谢谢你的意见，我们听到了，请坐。来，3天议员，台东人请觉醒吧！未来这个焚化炉让它启动的话，第一个人民健康消失了，第二个经济没了，你情何以堪？今天还是我们依据大家的决议，用资源回收、简易式的掩埋救台东。谢谢。局长今天呢是以担当的这样子的态度，很诚恳的来现场，要对大家说明县政府目前的一个政策。他刚才也在提到哈，是希望解决现在的问题，但是如果解决的这个问题的方式仍然有很多的疑义的时候，那这个最后的问题我就要回归到谢局长，他今天代表县政府前来要请教您的，就是说，现在大家对于重启的这个议案哈有很多的讨论跟疑虑，那在这个未来的执行方面，可能不会是单一味的就要来执行到底，会碰到很大的冲突跟阻碍，所以就这个部分，从今天得到的一个民意的反馈上，针对这个案子有没有可能再往更开放或更周全的讨论程序以后再来进行下一步？这方面是可以再重新思考的吗？这当然，这个因为焚化炉的这个启用跟不启用，这是很大的一个公共议题。这当然不是我们环保局就关起门来自己做决定啊，所以说跟民众，尤其是台东市又大风地区的乡亲做沟通，这是很重要的。那刚才提到仲裁案，这个仲裁大家都像我们赖市长也是个学法律的，他是律师，仲裁只有接受不接受嘛，好，所以这个接受以后无奈了哈，这个是必须要接受。那这个经费也是行政院在补助的嘛，哈，所以没有，如果有弊案，这个检察官调查过了，这个还有弊案，我欢迎就去地检署。不过我们的讨论，我想必须要聚焦在现在跟未来会更具有这个可行性哈。那现在我们这个案子在3月的时候在议会有讨论过一次，当时没有议决嘛，就要等到4月份再开临时会。不过据乡亲来表示，4月的临时会仍然没有排进这个议程。但是我们的垃圾问题一样燃眉之急，刚刚也说了嘛，高雄的代烧也不过短2-3个月，所以表示说，其实现在台东的垃圾堆积问题并没有彻底的得到解决，所以我们现在今天开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想知道下一步会是怎么走。以现在目前大环境处理垃圾问题，绝对不可能靠单一，尤其是焚化炉，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重要议题，不可能马上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个垃圾处理问题。所以活化、减量，然后寻求外援，这是同步都要进行。哪一个可以先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就马上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所以寻求外县市也不一定是高雄。所以除了在议会的讨论之外，有没有试着也要放到让公民有更多的参与机制呢？当然，我们欢迎。其实我来2年多，我都欢迎各界来跟我讨论这个事情。是，我这个都开放的。像刚才我们那个里长也提到，我邀请他们里长来开会，就进到焚化炉去实地去参访。那这个我刚才讲到，解决垃圾问题，绝对不是只有靠单后2个政策，这个需要大家一起来配合。当然，那个讨论根本可能袂签起就结果。不过，出面台会还未持续行业中挑，就会求大家关心大家为关心嘅事情，了解需要了解嘅议题哦。希望了解讨论啊，做得真紧开放本公民，人白呢也未有用上喊卡条面嘅沟通。今日讨论先到了，大家还未持续关心了解议题，也请大家强烈的收听下个礼拜嘅出面台会。出面大会到今日推动嘅焚化炉议题讨论就到了，感谢大家收看，再会。